肉，3寸气绝，清气还原，神灵必归。于净土，此谓之必亲。人亲人之下不谓之人，男女情欲动，必泄其精血。夫妻以外，谓之邪淫，邪淫则乱阴阳，乖人伦，精血为人种之根，妄泄妄失，滥交不洁，颠倒错乱，毁灭灵种，即如杀害生灵。精血混则河水，浑浊好色邪淫者，有云：只现殃冤不现仙。正所以消道念，常于欲，魂魄消沉，色魔羔羊。人之于根生于海，以地下人道，为众污秽汇集排泄之处，热中死者，3寸气绝，4落大海之下的阴曹的府。反之，清净于根，化为善痕，贞洁苦海，化为道海，则人欲净尽。天理流行，3寸气绝，自然由人道接地道而归天道。然世上之修，是每有修道之志，其无远色之心，陷其沟壑者不乏其人，不死。后随浊被乱流，沉溺爱河，或进地狱，或生人道，轮回不息。今指普度众生修道，如能去色存清，则人生3步，上中下3清。无爱即是考验通过3清河，可证无极道果，归3清圣境。否则，功果虽多，死后亡灵必赖诸天仙佛灵光加倍，再加磨练，加屁至心性纯真，使可迈步上升。愿天下众生悟之。扬声或谢清云道常开4经言，句句如金玉之声，动听而实用。祭佛时刻不早，我将带徒弟回堂，告辞2位上仙。何公不必客气，再见。扬声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。魂魄投体，回家家家。008第8回，在游上清宫听灵宝天尊说法。济公活佛降，岁自己未年7月16日，1979年9月7日。诗曰：